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Jam，歡迎登錄我嘅星球。2026年嘅能量一直都偏向急速，周圍容易出現爭拗、不公義、不公平，甚至一啲令人心好攰嘅情況。呢啲外在嘅震盪會令你覺得乏力、低沉同壓力。當你覺得事情進展唔順，又或者突然多生枝節嘅時候，宇宙想你記住，先沉一沉住氣，等自己回到中心，唔好俾外圍嘅人事物牽動你嘅情緒，先調節好自己，將心穩定落嚟。如果捲入爭拗，只會令事情走向更負面。Jam 從宇宙接收到信息，會為大家開啟4道能量之門，帶你走入2026年下半場，你嘅能量調整、靈魂步伐同內在嘅療癒旅程。而家請先靜心一下，喺4張圖裏面，直覺揀選你最有感覺、最吸引你嘅一張。揀咗第一張圖嘅朋友，2026下半場，你需要以智慧行事，慢慢聆聽，細心觀察，深思熟慮。外在環境嘅影響較大，容易令你身心疲累。你偶爾會遇上新鮮而美好嘅事物，令你沉醉開心，但同時要記得享受可以，要小心唔好沉溺或者沉迷啊！你內在嘅靈魂世界本身係繽紛而芬芳嘅，當逆境出現時，請唔好忘記呢啲美好嘅事物帶俾你嘅快樂，佢哋會幫助你中和困境中嘅負面感受。下半場凡事以觀望態度，細心思考，衡量再行動，無需急於決定，太衝動反而容易後悔。宇宙俾你嘅提示，留意一下目前邊度需要你嘅聲音，邊度需要你出現，唔好過分收埋自己。你嘅靈魂規劃本來就係分享，試下將你嘅經驗感受講俾某啲人聽，喺分享中你會更加容易接納到人哋嘅意見同智慧。個人能量療癒錦囊，重點：人際交流、自我同埋超越，心情平靜和悅。享受 me time 之餘，亦都適合偶爾與人互動。揀咗第2張圖嘅朋友，下半場你會聚焦於自身潛能。做人處事容易受到潛意識同情緒影響，感覺浮動，就好似喺深沉境界之中自我漂浮。你身邊不乏協助，但係你會稍為冷淡，專注於自己嘅諗法。要注意，唔好只睇表面，而忽略事情嘅根本同底蘊。你會吸引到唔同嘅人，有啲係真心協助，有啲係純粹八卦好奇，無需太認真。佢哋都係生命嘅過客。你靈魂本質係色彩繽紛，而快樂係你嘅底層元素。下半場整體係較沉靜嘅，但你自身帶有光芒，會閃閃發光。當你發揮潛能，自然就有人欣賞。宇宙俾你嘅提示，處理事情嘅時候要多角度思考，仲有冇其他意思？係咪可以繼續前行呢？同人合作嘅時候，專注自己諗法嘅同時，亦都試試代入他人嘅角色，事情會變得更全面。唔好俾固有習慣去限制你。個人能量療癒錦囊，重點：隱藏、變動、意外收穫、天命同不確定性。獲取資訊或者會有阻滯、延遲，可能會喺變動中有小收穫，但係需要謹慎，因為成敗與天命相關。揀咗第3張圖嘅朋友，你一路慢慢向前行，但目前出現停滯嘅跡象。下半場會感到困頓、熾熱、無力，事情似乎就要到盡頭，但又停咗喺半途。你想一鼓作氣衝出去，但係身心疲倦，矛盾又想休息。目前表面火熱，
內在卻有啲無力感。呢個時候適合停一停，回望內在，回顧事情進展，無需急促。雖然前路平坦，但你一直向前衝，未有停落嚟感受周遭同事情嘅本質。而呢份覺察係可以令你之後嘅路更容易行㗎。宇宙俾你嘅提示，你有冇真正面對同投入生命中每個時刻呢？面前嘅恐懼之憂有冇令你停滯或者想放棄？記住，你絕對可以克服所有恐懼，你先係你嘅主人。你嘅潛能就好似一支射出去嘅箭，一切取決於你嘅行動。當你未有氣力嘅時候，稍息，再走更遠嘅路，無需畏懼。個人能量療癒錦囊，重點：權力、正義、熱情、動力同埋勝利。心存正直，以善意行事，加上自我推動力，就能獲得成功。揀咗第4張圖嘅朋友，你容易戴上面具，未能夠完全面對真正嘅自己。手執明鏡，但有啲真相你未必願意直視。下半場適合放下面具，無論外表有幾咁亮麗，都要接受真正嘅自己。你做人面面俱圓，希望所有事情都盡善盡美，但係過度遷就反而會令自己辛苦。你想俾人睇到最好嘅一面，但其實有時候無需太顧慮其他人嘅眼光，無需刻意，對自己有信心，你靈魂本質就自帶光，令人感到自在。今日開始認清心中所想，做返真正嘅自己，朝住自己喜愛嘅方向行，唔好再為他人而活。宇宙俾你嘅提示，諗下你可以做啲乜嘢改變現狀，令能量出現變化。將你擔憂同壓力嘅事情放低，呢個只係人生嘅小過程，情緒牽動會影響身心靈。其實你只需要喺小事上面作出一啲改變，局面就會開始轉㗎喇。今日就試下喺細微處着手啦。個人能量療癒錦囊，重點：生命力、好運、幸福、祝福同埋完整。要注意身體健康，連個天都幫你，你仲唔快啲行動作出改變？願你嘅下半場都平安順遂，心內充滿光與愛，能量滿滿，帶住宇宙嘅祝福繼續向前。